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6月30號，我係 Anna， 去咗東涌食日系西式下午茶套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係喺呢間 Sakudo Wawa 笑餐廳，門口都擺放咗超值下午茶嘅餐牌，有各款日本美食嘅選擇。各款嘅日式單飯拉麵，主打呢係日系嘅西餐嘅。咖喱同鐵板都有，仲有個小型玻璃專櫃放咗澳洲高質牧場牛扒，空運抵港，即選即煎。平日下午茶唔算多人，餐廳係行日系嘅風格，座位都好舒適，餐廳地方都好寬敞，都係 QR code 落單嘅。要咗68蚊，帆立貝拿波利意粉，包呢杯迷你水果茶味道太酸，唔係太好飲。日式套餐帆立貝拿波利意粉，仲包咗2個前菜。椒麻沙律好食，味道正常，又多芝麻，海帶又夠爽脆。日式煎餃子呢，煎得都好香脆嘅，味道就比較普通。裏邊嘅馬蹄粒同免治豬肉餡呢，味道呢都好淡嘅，外皮呢就厚同埋硬嘅，唔夠香脆，有啲煙韌，好似蒸餃咁樣，味道偏淡，加節醋食可以提升。帆立貝拿波利意粉呢，就有2大粒嘅帆立貝嘅，味道呢都好鮮甜。帆立貝嘅肉質呢都好爽彈同埋嫩滑，有新鮮雙茄煮嘅拿波利汁呢，雖然健康，但係味道調校得唔好，太酸同帆立貝唔啱配。切片嘅黑椒得個香腸呢，味道就正常嘅。日本本菇都爽脆，意粉煮得個爽彈，質感唔錯嘅，但係拿波利汁呢又淡又酸，撈埋嚟食就一般。68蚊呢個下午茶套餐呢，就唔係好啱我胃口。以下係今日餐廳超值下午茶各款日式美食嘅餐牌，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